就我操！你考 DSE 仲打？玩唔玩啊？玩 ready。我好，得改做女仔啦 ，OK。改做女仔，你男性嚟嘅呢個。唔緊要啊，呃下女性其他人，黐孖吸佢嗰陣時筋女呃下人。喂，南瓜聲真心唔掂，真心唔掂。你去揾翻屯門嗰邊啲人啦，OK？真心唔掂，真心唔掂。因為你揾隻牛同佢一齊打分子。係啊，真心唔掂。我快啲開補習啦，喂，41啦，仆街，我剩翻50分鐘。師兄拜拜，師兄拜拜。踢咗，我覺得師兄係廢又串嗰種。唔俾入，嗱。哇，琪琪 ，OK 嘅，琪琪，冇問題嘅，你琪琪 OK 嘅，OK 嘅，琪琪，你入到嚟就玩嘅。韓國噶喎，理翻句阿尼亞斯我先。Welcome to PUBG Mobile. I got the Hawkeye medal. Let's fight together. I got 5 eliminations just now. Awesome.香港啲巨人嗰把刀係叫咩刀啊？立體機動裝置。嗰個可以殺巨人嘅。七體。我想要回溯人啊！你有冇回溯人啊？嗱，去邊度咧？我帶你。嗱，想光槍咧，跳呢度，知唔知？嗱，唔想光槍跳呢度。唔撞，嘅阿媽姑，唔撞，我唔識玩，唔好成隊跳我，唔好成隊跟我，唔識玩。佢一去佢嗰度，我去佢嗰度，我淨係可以去佢。你烏薩奇啊？嗱，3號唔跟我跳，西跟1號跳。嗱，你咪縮沙屌！又掛住覆 message，唔記得跳傘 ，sorry。跳嗰邊小樓冇咩人。唔撞，嘅阿我喺媽姑。度，聽日有個測，隔離班測咗，我問緊佢攞答案，我攞完啦已經。比較有實力嘅，你知唔知上到中學人脈好重要，所以記住組建人脈嗰3個，知唔知？記住組建人脈。上到中學係咩？咁夠火啦！你只要上到間中學係多啲人脈嘅就得㗎。係啊，咁你都 feel 到啦係嘛 ？feel 到人脈嘅好處。9成9先。有立體支裝置未啊？冇啊，冇立體支裝置。I got supplies. 4號，你等一下搶這個2號的這個巨人針啊！不要讓他把寶箱給開了，知道嗎？不要讓他把寶箱給開了。你不要聽他說的，他說的都是反話，你不要聽他說。你直接搶了，知道嗎？你直接搶了，對的。你不要聽這個仆街說話，不要理會他，他只是在做幹話，不要理會他。執多啲煙仔先。咩啊？
死！我哋過對面，我哋過對面走。哇！快啲過嚟！快啲啊！快啲啊！快啲過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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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啲！鬼晒點玩啊 Marked a location. 個個喺對面 ，Jessie 佢嚟狩獵你啦！快啲，小心 ！Jessie 你嘅後邊，你嘅後邊。Marked a location. Marked a location. 啱啊，喺度。Be careful, you are losing the game. Careful, you are losing the game. The red team is in the lead. 我覺得我有啲死啊 ，Jessie 點算啊 ？Jessie 我覺得我有啲死啊。哇！食屎啦 ！D game 啊！你自己去 recall 你去 recall 啦，冇得救嘅。唔該晒死我，我真係想 D game 啊！哇！咁都打唔贏，頂你個肺 U 馬片，成身打晒落去，啲黃色係佔滿我嘅屏幕，咁都唔死，我屌你！ Don't give up. Your teammates can still recall you. 4號好有錢啊！4號，你好有錢啊！4號。不可憐。我示範用第一人稱啊！誒，有人啊！嗱，我哋全部。哎呀！ 4號好牛逼，4號 I'm 非常。 recalling a teammate. 感覺這個4號就是未來之星啊！我 Thanks. 好乸有錢條，有成身加埋，比我仲有錢，我第一輩子。咩落去幫佢啊？算啦，揾架車。我唔係啊，佢有摩托車嘅。4號，我能包你啊！他也有摩托車走嘛？哇 ！What the fuck is this？ 升級車嚟嘅呢個，我唔係喎，呢個係機甲嗰個車嚟嘅，呢個係。唔係都卡啲嚟嘅。你咪搶包食屎啊！搶包就毒殺。 Excellent work. 喂，未上車喂！哇！好車技，救命！好車技，救命！炮等隨即嘅炮車人，哇 ！OK， 俾我開，我唔係，你再我哋去逆風高飛一下，走。邊個先啊？你有冇皮膚啊？我有人喎，有人啊！俾我打人機啊！我嘅人機啊！你好，有冇皮膚？頂啊！有皮膚，有沒有皮膚？哎，哪裡？喂，我要駕，你給我駕駛啊！我要駕駛。佢有冇皮膚啊？佢架跑車？我睇唔到啊！幫睇下，我看不了。有冇皮膚啊？冇皮膚啊！原來係假嘅，有錢佬係逼鬥嘅。對不起，沒事，玩卡了。哇！你咪同我，哇嗱，睇下撞車啦！哇！準備起飛咯，4號，我們準備起飛咯。可以，我都係咁講。
哇！巨人針咁多位，我唔再低調啊 ！What the fuck？ 我有巨人針我而家。哇！點解有快擴嘅？喂，好肥喎，大佬，有快擴嘅點解？個 P92手槍好正。有 R4有冇？唔係有冇 M4啊？好似 M4我想。我想要 M4啊！哇！青花瓷 M4。不是，过来，来踩来踩，4号过来，4号过来，过来4号，4号过来啊！怎么叫了个2号过来？我操你妈！4号，我覺得4號係瞄咗我，可能講得太靚仔。有冇 M4？所以我而家書包2把 M7啊，大佬，我想要 M4 唔係 M7。好重啊啲子彈，有冇 M4？有冇多個機動裝置啊？我依家都冇啊，我得個巨人針就食屎。我有 AUG 嘅，點解大家唔用 AUG？我要。冇啦，你把卡咧。I got supplies。都要。喺上面，我仲要轉上去攞。喂，等陣先睇我飛起身，哇，好型，型，好型。哇！你撞乜鬼啊？等陣先我見到，睇住啊！我操！喂，點解阿伯嘅？點解係？咪搞，我唔想咁快就復個站點，唔係喎，冇復個站，冇得復啊！哇你，哇，啲車技有啲料喎，有啲料。我要開九條，我要開九。咁我立體機動裝置，所以。野生焊槍，我發現焊槍都好重要。哇！喂，你擺住嗰入唔到。等陣先，你俾2蚊我，買啲 Scar 子彈。俾4蚊。我夠咗。Marked a vehicle。應該係標嗰啲載具。緊有啊，又話要俾你坐車咩？我可以一路用呢個咁嘅焊槍一路開嗰落車。而家冇背鏡嘅我佢幾好睇喎呢個摩托車。如果佢唔醜嘅話，都幾好睇嘅。係啊。但係應該係粉色嘅，因為佢一啲唔係粉色。又想要。喂！嗰邊全部都係煙喎，過去望下好唔好啊？望一下。望下先啦，嗰邊天平嗰邊雪峰啊！
Let's go, let's go。喂，有山啊，有山，有山，走走走走走，上上 Marked a 上。 location. Help! 喺上面先。Oh no！去救人啦咁。喂，你直接去，你黐線㗎？OK，冇人喎好似。呢就算啦，走啊！去救人啦，或者 Julie 啊。去嗰邊喎，去嗰邊喎。唔係喎，我有巨人喎，點解啊？翻去，我有巨 I'm 人。 recalling a 係 teammate. 啊係啊，快！ Thanks. Go go go！ 翻咯。有人嚟啊！有人嚟 Oh no！ 立半。 Help! 哎呀！啊！屌你老母！我唔應該救4號啊！仆街！ 玻璃紙啊 ！No！ 拜 No！ 拜 Marked a location. No！ 拜拜拜拜拜拜。No！ La policía no！ 係咩？你死期到啦，3號，你死期到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喂！嗱，有嘢慢慢排低。睇下 Jenny 先。我黐孖筋，我唔想咁快死喎，大佬。好彩仲有粒煙霧彈自保。有車咩？ La policía no！ No！ 搞我想多過搞你啦，係嘛？死啦！眼殘。又係越南佬，仆街！啲藥咧，喂，啲藥咧，咁拜拜啦喎咩貨啊？ ！What the fuck 咩？哎，打吧！ What the fuck？ 我俾人機打死咗，點算啊？拜拜，你係咪唔玩啊？唔玩，拜拜。再見啊！你哋係補習啦？唔知喎，應該唔得啊，咁啊應該有嘢做。拜拜拜拜。比赛结束后，所有人都离开了球馆。米切尔从更衣室返回球场，独自坐在替补席，不知在思考些什么。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不知所措。他有些想不通，队内3个全明星、最佳防守球员、年度最佳主教练，球队以64胜18负的战绩，东部第一的身份杀入季后赛，自己又在系列赛中打出了场均34.2分的表现，却在4轮被步行者4比1淘汰出局。他想不通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，这一切仿佛像是一场梦。直到比赛结束，米切尔也久久没能缓过神来。从新秀赛季开始，每次季后赛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，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不比任何人差，但结果总是不尽人意。8年了，他仍还未踏足过分区决赛的地板。赛后的米切尔在采访中说道：“每个人都会把我们排除在外，这不是针对我们个人的。那么明年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这句话表示了米切尔对未来的迷茫。是啊，